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3月1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2月28日香港01新聞。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 Pokemon 30周年吸金2萬億，成全球最強 IP， 稀有卡片價格高達780萬。30年前的2月27號，全球第一款寶可夢 Pokemon 又譯寶可夢遊戲問世。換句話說，寶可夢已經30歲了。這款 IP 在 Game Boy 遊戲上爆紅後，相繼變成卡牌遊戲、動畫電影、手機找寶遊戲，甚至在今年2月還開設了全球首座寶可夢樂園。有數據顯示，寶可夢吸金破2.3兆港元，堪稱全世界最會賺錢的 IP。寶可夢迎來發行30周年，官方於2月27日釋出紀念影片，從皮卡丘 Pikachu 又稱比卡超開始回顧每一代的經典角色。東京 JR 新宿站大型 LED 看板一口氣展示1025隻寶可夢，而位於東京讀賣樂園的史上首座常設主題樂園也於2月5日開幕。開賣首日因購票人潮過多導致網站當機，再次證明這個 IP 歷經30年仍具有驚人的吸金能力與全球影響力。寶可夢的起源可追溯至30年前的開山之作《寶可夢紅赤線錄》。這款 Game Boy 遊戲在暢銷榜單上名列前茅後，卡牌、動畫、電影接力問世，讓 IP 利益最大化。當年結合 AR 技術推出的找寶遊戲，在全球掀起現象級熱潮，時至今日仍未退燒。任天堂也持續推陳出新，主打無壓力、無競爭的寶可夢 IP 首款萬活沙盒遊戲預計3月初開賣，好幾款遊戲營收都超過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儘管製作費不及3A遊戲。我哋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3月1日星島頭條撮要，標題係不鏽鋼保溫瓶不能裝牛奶湯水，恐腐蝕內壁斜線。而爆炸專家揭使用禁忌和清潔去茶漬方法。網上不時有網民分享打開保暖壺時爆炸的慘案，元兇往往是裝了不能裝的飲品。放錯飲品不止危險，也會令保溫瓶、保溫杯的耐用度和保暖效果大大降低，更可能增加滋生細菌的風險，影響健康。除了牛奶、湯水，還有哪些飲品不適合用保溫瓶盛載？食晒入去的茶漬、咖啡漬用盡力都擦洗不掉，如何有效去除這些頑固污漬？想保溫瓶更耐用，10幾年都不會壞，使用時就要注意特定的原則。日媒 FNN 整理了保溫瓶生產商分享的正確用法和保養貼士。首先是要留意盛載的飲品種類，用保溫杯裝熱水自然沒有疑慮。黑咖啡、紅茶、麥茶、綠茶等不同類型的茶，無論是原味或加糖的，也可以安心使用不鏽鋼保溫瓶來盛載。不過有些飲品不適合裝在不鏽鋼瓶，因為當中含有的成分會損壞瓶子內壁，縮短產品的使用壽命，更可能影響健康或增加受傷的風險。哪些飲品不適合裝在保溫瓶裏？牛奶，包括其他乳製品飲品、加奶的咖啡和奶茶、乳酪飲品；蛋白飲品、可可；碳酸飲品；蔬菜汁、果汁或含有果肉的飲品；連茶葉的茶；醋類飲品；味噌湯、含鹽湯類。專家解釋，牛奶和乳製品不宜放入保溫瓶的原因是可能有爆炸風險。如果奶類變質就會釋放氣體，氣壓導致瓶蓋難以扭開，勉強打開很可能會噴濺液體。碳酸飲品也有同樣的危險。至於酸性或含鹽的飲品，因為會腐蝕不鏽鋼，令內部出現孔洞，削弱保溫或保冷的效果。運動飲品因為含鈉，記得選擇注明適用於運動飲品的保溫瓶，並且在飲完後即刻沖水和清洗乾淨。我哋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2月28日星島頭條，標題係扮 Gmail 騙密碼新手法曝光收 SMS 全連結稱你賬號被盜。Google Gmail 用戶需提高警覺。
近期一種利用手機短信 SMS 進行網絡釣魚的新型詐騙手法正大肆攻擊用戶。騙徒會發送冒充來自 Google 的短信，訛稱用戶的賬戶被盜用，並附上一個恢復賬號的連結。一旦用戶不慎點擊並輸入密碼，賬戶便會被即時盜取。稱有可疑 IP 地址嘗試登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這種新型詐騙最早由網民在 Reddit 論壇上揭發。詐騙短信的內容通常看起來非常官方，例如會警告收件人，偵測到有來自委內瑞拉、孟加拉國等國家的可疑 IP 地址嘗試登入，從而製造恐慌，誘使用戶點擊信息中附帶的恢復賬戶連結。當用戶點擊該釣魚連結後，會被帶到一個偽冒的 Google 登入頁面，若在此輸入密碼，憑證便會被騙徒竊取。英國每日郵報報道，這種新型詐騙最早由網民在 Reddit 論壇上揭發。詐騙短信的內容通常看起來非常官方，例如會警告收件人，偵測到有來自委內瑞拉、孟加拉國等國家的可疑 IP 地址嘗試登入，從而製造恐慌，誘使用戶點擊信息中附帶的恢復賬戶連結。當用戶點擊該釣魚連結後，會被帶到一個偽冒的 Google 登入頁面，若在此輸入密碼，憑證便會被騙徒竊取。大家對以上2則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